花西在地新闻，好，今仔日是这个中秋连假的头一天。高公局讲，今仔日嘛是4天的连假上踢的一天。这个整体交通量恐惊会超过过年的正月初一。为这个透早6点开始，车就开始拼出人路。像这个国道1号新竹到湖口的路段，时速无到10公里。这若是踢离的车阵，卡袂着就要4、5点钟。安尼规颗人兀离的车顶维持同一个姿势，人会感觉真无爽快。物理治疗师来建议，若正经去拄着踢车，就要尽量来叮当一下，这个手腕啦、骹目啦等等细细的，找时间来吞轮一下，安尼到目的地落车，才袂腰酸背痛。连假出去佚佗，若是卡伫车顶内底，真正互开车的人用要抓狂。尤其速度亲像久咧说，时间加了几啊倍，坐伤久恐惊嘛会真无爽快。但是要安怎？手会麻，就动一动，绕一绕，会麻，动一动，绕一绕。有时候肩膀的问题可以这样推一下。当然是要伫安全的状况之下，驾驶才会当溜溜活动筋骨。物理治疗师就讲，坐伫后座的乘客，若是坐超过30分钟，嘛会当小可刷叮当。若是会当来到休息站行行，是上介好。前后左右挪动一下，你只要有挪动屁股或者稍微提一下，就达到动的效果，就可以伸展一下背部。这是一个背部的伸展，扩胸伸展，一个侧边的伸展。用10分钟来有劲，对头、阿妈棍、肩胛头、腰拢总来。弓箭步，左右弓箭步拉一拉，停一停或者做前后的弓箭步，拉一拉，动一动。脚筋嘛要悠悠的，安尼血路才会顺。但是出外拄着塞车，也是爱找机会小活动一下，才袂到位，就已经规身躯痛痛。